走出低谷后，我才发现，真正帮我拉出来的啦，不是任何人。以前的我也是在等别人来理解，等一句安慰，等一个人跟我讲没有关系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可是很多时候最难的情绪啦，别人只可以陪我们走一段，而不能够帮我们走完。后来啦，真正让我慢慢好起来的不是突然间遇到了谁，也不是讲生活一下子变顺了，而是某一天开始嘞，我不再一直去责怪自己了，我开始允许自己累，允许自己慢，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内真的做不好，也开始做一些很小的事情，好好吃一顿饭，整理房间，把该做的事情一点点做完，再也不用别人的节奏去否定自己。原来真正救我的啦，是那个在很难的时候我还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我。人走出低谷呢，不是因为突然间变强了，是因为终于愿意重新把自己捡起来。